評判作為選秀 show 嘅主角係香港嘅特色嚟。無論 VV 同 TVB 其實都有啲走火入魔。ViuTV 就唔使講啦，又係啲風向師落眾咪喺度炒煎呢點點點，啊邊個表情包點點點，點解？梗係因為啲參賽者本身冇嘢好講，冇嘢好炒啦。TVB 中年好聲音又開鑼，趁機同大家討論下評判嘅藝術，因為睇到谷婭溦咧有啲不吐不快。秋風即使帶涼亦漂亮。呢個都幾好喎，把聲。首先咧 ，TVB 好學唔學咧，都有學下 ViuTV 嗰啲招數啊，真係風水輪流轉。呢啲算唔算係有啲即係特色咧？把聲喎，係啦，把聲有特色咯。個辨認度算高嘅。辨識度啦，係啦，辨識度。咁講翻評判作為賣點，係香港獨有嘅娛樂特色。呢樣嘢當然係因為選秀節目做咗10幾20年做到爛，選手本身好難再成為吸引嘅焦點，於是造成咗評判要成為表演者，就變咗賣點啦。但係有趣嘅係，評判崇拜同主持崇拜都係香港一個好有特色嘅文化。即係啲主持咧，評判往往都會成為偶像啊！呢種現象咧唔係偶然啊，而係香港文化結構嘅投射。一個高度競爭、階序分明嘅社會，習慣透過權威話語嚟界定價值。因此，不論係中年好聲音、選秀節目、飲食節目、配搭節目，甚至東張西望，香港觀眾最期待嘅唔係表演，而係裁決；唔係創造，而係定性；唔係欣賞，而係睇下你夠唔夠料。呢樣嘢有機會再同大家詳細分析。今日我哋主要比較中年好聲音幾個評判嘅表現。肥媽就屬於你老母嗰種角色，即係佢好嘅同唔好嘅，你都一定要接受，要包容嗰種。佢係一家之主，而周國峰同張佳添就係左右門神，不過不失，冇乜好挑剔。最有趣係谷婭溦同海怡。前一排咧，星秀有個主持陳以德咧，就因為太過出位，俾人插到飛起。其實呢個主持由主持海選開始已經有同樣嘅問題，一直冇人提佢。終於喺決賽爆一鑊勁嘅。谷婭溦如果唔吸取教訓，我睇到佢應該好快好步陳以德後塵，始終會成為網民批評嘅焦點。至於海怡咧，最難得值得一讚嘅係佢最後生，但係最成熟、最淡定，而佢作為評判最稱職嘅係嘅投入。佢好明顯有一種出身自好家庭，而其他人好難學嘅一種優越感。而難得嘅係，反而佢最冇居高臨下，最能夠同參賽者共情。呢個同佢個心態都有關。佢係學唱歌劇出身，有基本嘅自信。同時佢又唔熟流行曲，所以佢嘅謙虛同學嘢心態係發自內心。相反，谷婭溦就恰恰相反，佢學唱歌教唱歌幾出名，但係佢太急於表現自己，所以就算係有料，都唔會獲得觀眾歡心。睇埋佢嗰個唱歌嗰個表情 ，I'm right。多謝晒肥媽，肥美老師，我真係好興奮啊！我仲興奮過你啊！係喎，我真係睇你跳跳到而家。係啊，因為真係你個表演令到我都好 enjoy，你激發咗我嘅4字成語，我話俾你知，游刃有餘。